好想講嘅説話。心先開始動搖，仔細肯聽教，笑容何其重要。容讓是禮貌，道歉不可缺少了。一盞燈只好熄滅了，一粒色顯得更靜。最後連想講出感覺亦怕很無聊，存在亦變得多麼少，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試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不對，奈何直到幾多歲，留住笑面，結果將裡面粉碎。還在怪原生家庭滿不幸，我未能圈出界線，可怎麼不忿？有時亦太傷心。仍能如孩子